大家好，我是嘉慧老师，今日要来教大家5个动物的台语要安怎讲。第一个是长颈鹿，长颈鹿台语叫做长颔鹿，长颔鹿。第二个是蝙蝠，蝙蝠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夜婆，夜婆。第三个是黑熊，黑熊台语叫做乌熊，乌熊。第四个呢是无尾熊，合作无尾熊，无尾熊。第五个是黑面琵鹭，相信大家对即个词较无遐尔熟。黑面琵鹭的台语叫做乌面腊飞，乌面腊飞。今日多谢大家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